走，放开我，进去。让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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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让开！都让让开！前面人站住！干什么？站住！别动！你们干什么？老实点！你们想干什么？八个钥匙，快点！我没有钥匙，放开我！快好！别动！停！往后退！放开我！董叔，往后退！后退！小日本狗，你们跑不了了！往后退！听见没有？退好！往后退！都退好！金兄，董叔，他们是日本人。董叔，我知道。往后退！他们手里有枪。他们是日本鬼子！往后退！往后退！金兄，你还是不是中国人？往后退！把枪放下！放下！都往后退！哎，快，都往后退！开枪了！不让我开枪了！放开我！出来！你们交出来！放下！给我钥匙！哎，别上去！别往前走了！我是他老婆，钥匙在我这儿，我要和他在一起。哎，回来！别上去！站住！站住！我要和他一起走。不，你不能来。走走走！进去！进去！董叔，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刚才那个夫人呢？队长，找到了。姐，你刚才为啥要救那个姓董的？啥也不为，因为那俩是鬼子。那你可以让我去吗？光辉，姐当掌柜的时候都说啥来着？其实我相信你肯定能收拾那俩鬼子。可你想过没有？你这样做太危险了。好了，事情都过去了，别再提了啊！哎，光辉，你回去以后也不要再跟弟兄们提起这事儿啊！今天你受惊了。哎，不过说真的，当时啊，确实有些慌乱。可是后来就镇静了。这小鬼子竟然敢跑到咱们西安城来了，那他不死定了吗？不过说实话，我以前还真没见过小鬼子，今天总算见识他们了。还疼吗？啊，没事儿，没事了。哪儿不舒服，我再替你看一看。没有不舒服的地方，反而我今天特别高兴。董叔，刚才还是很危险的。对了，金晓，你们是怎么发现鬼子的？是这样的，刚才我跟几个弟兄正在街上巡逻，突然就听到了几声枪声，然后就看到几个当兵的在追3个日本鬼子。他们相互射击以后，一个日本鬼子就被打死了，几个当兵的也受了伤。其实当时我们并不清楚发生了啥事情，我是问了一个受伤的士兵才知道的，原来是日本鬼子盗窃了黄河防卫图，这样我才和我的弟兄追了过来。金宵啊，你今天的表现还像个警察。不过你当时不应该后退呀。董叔，为了你的安全，我只能后退。我想沿途再阻击他们，我就不信他们能跑出800里秦川。哎，秋实，你说那个女人是干啥的呀？哎呀，我也不知道。不过，她救了我一命。她为啥要冒死救你？咱们还不清楚。说不定她也是个日本特工呢。金宵，你这个当警察的不能人人都怀疑吧？董叔，你看啊，第一，她明明知道日本鬼子手里有枪，她还敢上前，作为一个女人，这已经很不可思议了。第二，为啥日本鬼子没对她开枪？第三，她明明已经把日本鬼子打死了，她为啥还要趁乱逃走呢？
我觉得金宵分析的有道理呀。你说，他要是逞英雄的话，干嘛还要跑呢？他要是日本特工，为啥还要捐一块金砖呢？也许，他是为了掩人耳目呢。掩人耳目？嗯。鬼子能听得懂秦腔吗？鬼子能知道斩善童吗？鬼子能听得泪流满面吗？金宵啊，谢谢你今天送我回家。好了，你们都回去吧，我没事了。啊。哎，对了，董叔，淼淼呢？她去哪儿了？要不我去把她找回来陪陪你吧？哦，不用不用，淼淼啊，今天去她舅舅家了。哦。我是他老婆，我要跟他一起走。夫人，老婆，女人，你到底是干啥的呀？虽说我们要走2、3天的路程，但也只能这样了，因为老板拉军火的车不从咱们这边走了。掌柜的，为这2车军火，别说走上2天，走上1年都值啊！对，对，光辉啊，那干粮备好了吗？好了，回来的锅盔我都准备好了。哟，你看，准备那么多干粮。掌柜的，2掌柜的安排路过方阵，让大家喝碗羊肉汤吧。弟兄们，我们抢的这批军火呀，是为了确保黑龙潭的安全。万一鬼子打进陕西来，咱们有这么好的武器，咱们就谁都不怕了。啥都不怕。掌柜的，你让兄弟们上刀山下火海，兄弟们绝不含糊。绝不含糊。